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又搁出现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华航有一位印尼的货机的技师伫澳洲互验出病毒，伊伫台湾有2个接触者，2个嘛拢胃着病。一个是技师的同事，50多岁印尼查甫人；另外一个是印尼技师长期住伫台湾10多岁的后生。技师的后生哦，因为最近嘛拢无出国，所以算是本土病例。 华航机师检疫一直变，也佫造成国内社区感染。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接到澳洲政府的通报，有一个华航印尼籍40多岁男性货机司机，4月20即勤到澳洲的时阵，家己感觉哪后像伫当地检出新冠肺炎确诊。指挥中心立刻针对个案，伫台湾接触的人来进行采检，其中有2个人确诊。按1090是印尼籍10多岁男性，是澳洲染疫技师做伙大的后生，最近无出国，平常时拢伫厝的，线顶学习印尼课程。 4月22出现然后打疼、头晕这个镜头，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按1091是印尼籍50多岁男性，是澳洲染疫技术的同事。4月初捌执勤飞美国，返来台湾了后检疫期满，采检是阴性。不过隔天就出现会先身体就要发烧的镜头，经过食药了后改善，后来因为一定要返去印尼探亲，除非采检才确诊。按1090也成为国内让72天后再一次出现的本土病例。 基本上它是会被列入我们的本土的案例，它是109年9月19号入境台湾，那中间没有再出国去。 外界是关心新增加的2个技师是毋是甲进前确诊的2个本国籍华航货机司机有关联性，但是中是讲这2个事件毋是同一个机队，无顶塔性。新增个案的感染情形比较较亲像3人当中有1个人先互胃着，才互相相胃，也毋过需要更较侪感染度才有法度查清楚。同时也要求华航爱启动扩大采检的计划。居家检疫或者没有在飞的，基本上我们希望在 下礼拜在假日之后3天内，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完成来。因为最近华航机师已经有4个人感染到，对这件代志华航发声明表示，疫情资讯统一由指挥中心公布，机组员执勤拢真严格。 遵守防疫规定，也会全力配合疫调，扩大采检者的要求。鼓励所有的机组员爱注新冠疫苗，强化自身的防护能力，也已经依照着机组员的意愿，陆续安排注疫苗。5月开始，会伫机组员班表当中加速安排大规模注射。记者综合报道。 指挥中心昨晚公布，这位印尼技师甲接触者的行踪，因3个人伫4月16做伙去台北清境市参加活动，这个活动并无实名制的记录。另外，这个印尼技师伊捌伫4月19的下晡去桃园的清境市，甲专人卖场落地南德店，这个所在嘛拢先消毒了。 桃园大园清境市传出澳洲染疫印尼籍技师19下晡捌去过，桃园市卫生局派人消毒。 清境市证实，这个技师迄一天捌来过遮。确诊个案不止去过大园清境市，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疫调卡遮，当日下晡4点捌去过全联路德南德店消费。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进前已经完成大园清境市全联路德南德店的消毒。根据指挥中心疫调结果，伊密切接触者有2个阳性确诊者，包含伊后生1092例，甲伊同事1091例，3人伫16礼拜5。 12点到1点，捌斗阵去台北清境市，因为迄一天是主拜日，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主礼日，人比平常时较济。内外总共有400人，而且无用签名制。也条公布迄一天台北清境市外口有未少的信众，门口打今仔日暂停主拜的公告。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已经隔了1个礼拜，为什么不讲啊？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讲？他才知道，现在就是来了才知道的，就是不能进去。8、9天呢都很正常，没有听就是谁有发烧，谁有咳嗽，谁有什么样。有教导怨言，指挥中心动作班未少教导，甚至到昨也过去清境市祈祷，烦恼爆发感染问题。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截至暗时23早起，台北清境市已经完成内外消毒。 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有去这个清真寺做消毒，那目前都已经完成消毒了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通知清境市，为即嘛开始停止对外开放1礼拜，佮配合指挥中心做疫调，无排除扩大消毒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爆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罗西亚昨开始对乌克兰的边境撤军，最近几礼拜两国正紧张的局势目前阿和平咯。罗西亚总统普京嘛表示讲，欢迎乌克兰的总统随时去莫斯科会谈。再来看自由时报，南投地检署调查台中市现代5项运动协会会长陈明贤甲县长的秘书，互会员开100多万，会使来买到运动用枪支的专属使用权。检警伫4位民众的厝内查到3支枪、1000多粒的枪支哦，检方嘛依法甲这会长个秘书来起诉。来看《苹果日报》，明仔载搁后日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移动哦，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北部东半部的雨水会愈济，中南部山区卖落淡薄仔雨。后礼拜3到拜4方面接近，北部搁东半部嘛搁会继续落雨。水利署评估，若是有落雨，欠水是有改善，也毋过可患的情况哦，嘛是无法度完全解决。来看最近讲到美国猪肉是真敏感哦，国民党的立委李德维昨伫立法院的国事论坛，针对进口的美国猪肉拢袂去对，李德维是讲出，敢讲屏东万巒卖猪脚拢无拦到，互万巒的猪脚业者是真生气，有业者就提出肉品来源的证明，强调讲因拢是使用台湾猪，业者是爱李德维回释的。万巒猪脚都是台湾猪。林家办台海防大侦判，屏东万巒猪脚鸡的业者排几日要求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回释的，都会上都是这话。行政部门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进口的猪肉、猪肝、猪脚到哪里去了？难道万巒街上卖的猪脚都没有被鱼目混珠吗？用政治的口水来喷脏了我们的万巒猪脚这个美食。第二，我们要抗议他用政治的打手来打击在地的地方产业。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伫立法院国事论坛，引用猪肉机标中的资料，点出预测到4月之日，美国进口猪肉有1087吨，伫其他营价部位有761吨。至于美国猪肉流向无清楚线勘测，万巒猪脚肉品来源，服业者真生气，提出肉品来源先不检定这资料来澄清。就因为你一句话，抹灭了大家的辛苦，抹灭了大家的努力，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吗？请你给万巒猪脚们的业者一个交代。口味上还是会有差异，毕竟台湾的猪肉跟国外的猪肉的口感还是相差很多啊。这5年来每个月都有稽核，可以看到每一个店家所有出具的整个产地的证明、屠宰证明。业者大动作捍卫名声，也伫现场食猪脚，请消费者放心。都惊几十年来苦心经营向上，因为几个月就去了。记者综合报道。第5月7日同齐之前，立法院伫昨下晡3读通过《劳工职灾保险法》一部专法，强调讲单独立法毋若提悬职灾的补助、预防、有保险哦，头家缴付淡薄仔的保险费，会使互劳工的权益受到愈发好的保障。护法制定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加保护法草案3读通过，全国10外个劳工团体联合组成的职灾保险单独立法推动小组，透早就亲身到立法院关心，要见证这部推动10多年的职灾保险法应通过立法的历史时刻，跨党派经济立委也来支持。纳保的范围里面放进了家事移工，最后甚至连这个照护的补助，其实我们都把它给放进来了。雇用关系并不是这么明确的，我们也都把它纳入在保险的范围。我们就算完成3读，这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后续的落实才是更加的重要。劳团表示，职灾保险对劳工或者是雇主拢保障，其中扩大纳保范围，4人以下小公司强制纳保，有个新增加33万劳工受惠，投保薪水部分提悬，投保薪水上限甲下限，有个雇主负担每人每个月加增加27到57块，佮提升非典加薪劳工职灾保障，另外也提悬伤病补助，实发了调整做2年拢是平均月投保薪水70%，加4年年金。新制会依照适龄程度，按照平均月投保的薪水给付。
这部法案过了之后，还有很多相关的执法必须去完备。我们治安连线会一本着初衷，会强力的监督这些相关配套的措施，让这个法案尽速的落实。职业保险法礼拜五3读通过，除了即马已经加保职业保险劳工以外，佮扩大职业保护网，提升新增加33万人，用特职保障7100多万劳工应受惠，也是伫5一劳动节进前，互劳工上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23伫佛罗里达甘内迪的太空中心成功发射载回联合太空船的猎鹰9号火箭，这是 SpaceX 头一届使用已经捌发射过，毋是全新的火箭和太空船送太空人去太空站。3, 2, 1, 0. Ignition.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伫暗暝中发射成功。这台载着飞联合太空船的火箭，23架4位太空人运上国际太空站，而且是第一遍将火箭推进去回收搁再利用。This marks many important milestones, but it really is important for getting a regular cadence of crew to the station and back. And it's going to really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at we're able to do on station.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Crew. I've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what Crew 1 has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这是 SpaceX 第3遍甲人类送上太空，船顶除了2位美国的太空人，还有1位日本的太空人，甲欧洲太空总署的法国工程师。美国自2011年太空梭退役了后，就无搁再自本土送人上太空。NASA 甲民间企业合作设计商业太空船，去年11月第一遍用共一组火箭甲太空船送2位太空人到国际太空站，无搁再靠俄罗斯载运。If you have rapid and complete reusability, then that opens up. That is the gateway to the heavens. That's what matter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done, and the support of NASA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因为天气无好，任务有延后1天。4位太空人会伫要到1天的行程了，24到国际太空站执行6个月任务。公司新闻陈伟林、吴kỳ昌编辑。再来看咱国内新闻，台湾引进外籍移工30多档，国内目前有超过71万的移工哦。有民间团体就邀请移工用因的母语来写文章，佮请人家翻做华语嘛画配图，希望互这移工的生活佮心情，互愈较侪人来体会了解。如果我一个人，我很难过，悠悠卡会带我去很多地方。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我语言不懂，然后我想回家，我想印尼。Before, my dream is to be an engineer, a painter artist. After that, I didn't reach them, and I came Taiwan to work, and also the culture of Taiwan, I like it. So I want to stay in Taiwan. 13个对越南、印尼、菲律宾来的移工用母语写文章，代社工系学生到翻做华文，永和社区大学的画图班成员则个甲因画出来，就望移工的故事会当伫咧台湾有搁较侪连结。过去咱拢的作品就是迄个外籍移工，伊就家己做写伊的物件，还是做伊的代志。啊，咱台湾的雇主袂，所以家己就创伊家己代志。要毋过伫即个创作内底，当共同来成就一个足水的即个图面。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未来台湾在依赖移工的这样子的事物上面会越来越多，因为台湾已经变成少子化的第1名。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仅让他们抒发心情，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台湾人更了解、更认识他们。台湾引进移工30多档，一阵国内有超过71万的移工，透过这款的工作坊，移工有分享和创作的机会，也让人看到因唔单单是咱重要的劳动力，嘛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共同伫咧促进社会进步。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咱来看台湾无国者行动联盟是台湾头一个专门协助韩湾落雅的民众佮家庭。最近哦，伊嘛用囡仔册来解说联盟目前咧做的代志，望讲会使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儿童绘本的故事引起囡仔各种讨论。台湾无国者行动联盟透过故事当中，因为偏见造成的误会，说明司法完判的原因。在外面可以在外面生活，你突然被关到监狱里面，你会有什么感觉？伤心，很伤心。为什么伤心？
无辜者行动联盟举办巡回广告书的活动，透过儿童绘本，希望家长甲囡仔了解偏见、歧视、无公正的态度，拢是造成司法冤判的重要原因。希望囡仔自细汉对这个问题的声音都有认捌，会当有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样议题还蛮特别的，然后我希望孩子，如果当在学校碰到什么的时候，也可以不要被误会，然后也不要随便去误会别人。对，所以就想说带他们来听听看。前年的时候开始在国小去做宣导，那今年是希望可以再把年龄层往下拉，就是透过比较诙谐易懂的方式，让孩子透过绘本，然后能够去想象一下被人冤枉是什么感觉。协助受到司法冤判的无辜者甲家庭的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表示，冤枉人的司法破决，即阵也是不时会发生。因希望透过不断的教育甲宣导，减少无必要的歧视，嘛减轻无辜者甲因家属所面对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桂林的文史工作者伫桂林关庙交界的所在，发现真侪粗废啊片哦，附近有可能是清朝时代汤乐窑的遗址。文化局会勘了后是表示讲，会继续来追踪关心这个所在，地主暂时嘛袂使动工。关庙宝东桥边仔的土堆，详细看会发现，这四界拢是粗废的碎片，而且数量真侪。地方人士认为，出土的粗废片拢是清代制糖用的糖炉，地主怀疑是互人乌白等伫遮。这是原早已经过来10档啊，60、70档啊，较叫这窑也窑人要车去讨价的，较叫来遮囤的啦。到底是本地的暗伫土内底，也是人摕来等伫遮？发现这堆糖炉的起细盒，其实伫附近的竹林啊，佮发现一个窑。那就是窑的一个遗构啊。根据卢泰康教授，我请伊来会看呐，伊看到就讲，这有可能台湾目前唯一仅存的糖肉窑、瓦肉窑。起细盒是在地人，嘛是退休老师。伊讲，伊其实伫20几年前就发现这个所在，因为藏伫竹林内底，拢无公开。是最近看到怪手咧整地，废啊片拢出土啊，伊才赶紧请人通报文化局来勘查。现场的民代退休老师拢希望会当维护甲保留。确实有一寡迄个陶类迄个残片，这个部分加上有发现过去属于迄个人为的构造物，就是开始譬如迄造口这种形貌的物件，啊，阮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就做一个列册追踪的这样的决定。其实桂林地区正前捌发现13窑遗迹，煞豆豆消息，即摆佫发现新的文化遗迹，表示桂林地区会当连接台湾的制糖产业历史。文资处表示，会向文化部争取经费，进一步调查，请地主伫1档内暂时莫开发。记者邓家文为做台南报道。林务局伫1959年成立航空测量队，透过空中摄影来收集国土的资料哦。最近就办展览来回顾过去一家族为台湾的山林留落来记录，那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透过镜片看到相片的囡仔，大家感觉真新鲜，因为这一张一张的老相片，经过特殊镜片，拢呈现出立体的效果。用这样子很特别立体的方式，然后可以吸引小孩子注意力，看他们都很有兴趣的看每一项图。因为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航空照片的含量，那我们配合当地嘉义这边的丰富的林业文化，我们这样子搭配起来，那我们再搭配出来说，我们有一个立体感的呈现，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农林航空测量所利用空中翕相的技术，替台湾记录真侪国土资料，因透过加工，互相片有立体化的效果。为23这天开始，小连续2礼拜，拜5甲礼拜，伫家己制裁所举办历史相片立体化的展览，搭配讲述，然后有图像的部分，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去配合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更快去了解，比如说我们嘉义市的一些风俗民情，或者是甚至之后台湾的、世界的，好，这些都可以去做延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展览中特别找到了30-40年前嘉义制裁所，还有阿里山沿线的几个车站的过往的场景，30-40年来它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可以透过这个展览，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届展览唔但有阿里山沿线车站的空中翕相，阁会当看到1983年阿里山新木抑阁地的相片。陆康所表示，北海关市未来嘛有可能办相像的展览，希望民众透过这相片，会当更加了解台湾这片土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当时行来看，新潮一个少年妈妈用刀啊刻出一粒一粒台湾字的囡仔，多用嘛真多水哦，真受到大人囡仔的欢迎。用手工豆豆刻，古做多样甲台湾字斗搭，看起来真趣味。也请问头起先只是想要互厝内囡仔有甲别人无共款的佚佗物仔，想袂到家己煞渐渐迷着创作这条路。创作灵感都是以我女儿为主。一开始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女儿属老虎，所以我是一个老虎的头，然后她的嘴巴里面就是刻我女儿的名字。设计东西都是以小孩为主，亲子为主。对我都常常告诉我，虽然我在做的歌，我都告诉我自己，我的主业是妈妈，这件事是我的副业。一开始也请问无啥会晓讲台语，即摆已经知影台湾字安怎写，家己嘛感觉真意外。伊讲其实学台语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而且卖互家己有创作灵感。去接触台语的时候，像我就有查到一个我觉得最特别，我还有刻出来，它叫扣扣。对，那就是我婆婆常常会讲卖给扣扣，卖给扣扣，然后就会觉得说，当你有去接触的时候，你就终于了解说那是什么意思。做那个互相搭配。我觉得这个互动式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可以跟小孩一起玩，像这个亲子的互动，我觉得超级棒。创作到今已经有10年的经验，也请问讲，虽然这个过程有时阵会感觉有淡薄仔忝，不过从来唔捌想过要放弃，也继续做出各种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今仔日台湾东半部、佮北部山区部分所在会落雨，气象局目前嘛针对花莲发布大雨特报，其他的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这份好天的天气。过到西半部的山区卖落西北雨，东半部佮中南部山区雨有可能会落较大。咱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